大家好啊！今晚到音樂係出場啦，不如先點一首歌俾大家聽啊！不分晝夜，愛意彰顯無價，色彩漫天，增添美麗燦爛。係咪好熟呢？冇錯，就係今年我哋風林送俾琴媽嘅生日歌啦。或者你會想問，點解唔似純 Suno jam 出嚟嘅歌嘅？其實呢首歌係由 Suno jam 出嚟㗎，不如俾大家聽下首原版啦。愛是一封無聲的信條，在心底寫下感動的語言。咦，係點樣做到嘅呢？哈哈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個新概念啦，就係 Moses AI 啦。佢能夠將原版嘅人聲同配樂分開，方便我哋再進行後製填詞同重錄人聲。呢個 Apps 好容易用㗎。首先下載 Moses Apps， 按右上角跳過，再使用 Google 註冊，輸入你嘅電子郵件同密碼。成功註冊之後，會彈出以下嘅通知。我哋撳要求 App 冇追蹤。我哋先按右上角加號新增，選取檔案應用程式，再揀需要處理嘅音檔。今次呢，我哋會揀人聲、器樂，再撳下面嘅提交。等一陣之後呢，就會將人聲同配樂聲分開㗎喇。完成分離之後，我哋撳中間檔案名嘅位置。入到呢個畫面之後呢，佢會自動播放音樂嘅。我哋撳一下下面嘅播放按鈕，就會暫停播放。喺上面呢一度，你按左邊呢個咪嘅圖案嘅時候，就係代表你唔播放人聲啦，同埋都唔選取人聲嘅。跟住我哋就撳音樂符號右邊嘅3粒點，呢個時候會彈出以下嘅畫面。再按右邊嘅下載圖案，選取輸出編輯檔。今次我哋會揀 MP3， 然後撳導出，咁就會將出你所要嘅純音樂配樂啦。如果你要儲存配樂嘅聲檔，你可以揀儲存至檔案。如果你想直接分享呢，你就可以撳 Synchrony 嘅圖案，直接喺平台上分享，咁就完成噶啦。Moses 仲有唔少功能，同大家介紹其中2種啊。第一係改變拍子，我哋撳左下角嘅圖案，再左右拉動下面嘅拍子速度，就可以改變首歌嘅快慢啦。再配翻上面順住首歌出嚟嘅和弦曲，咁樣小朋友又可以多個音樂練習嘅方式啦。第二，撳右下方嘅圖案，就可以改變首歌嘅調，即係提高或者降 key。例如原本係 C key， 對我嚟講太高音啦，我就降低1度做 B flat 去唱。其實 Moses 除咗手機版 Apps 之外，仲有電腦版噶，兩者喺功能上呢就有少少嘅分別嘅，大家有興趣呢可以研究下。另外 Moses 仲有付費版嘅喎，功能呢就更勝一籌。有興趣喺呢方面發展嘅姊妹呢，亦都可以試下課金玩下。提提大家，為咗保護受膏者，我哋係唔會將有次音啦或者指明校長所唱有佢哋聲嘅歌為俾 AI 處理噶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次見。